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28号，公元2018年4月13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对冈格拉校车坠谷事故中的罹难者表达哀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出席埃默里大学举办的帕尔曼讲座；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访问华盛顿特区；联合国新报告揭发西藏存在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美国国会代表团参访达兰萨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一4月9号，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冈格拉努尔普镇附近发生一起校车坠入山谷的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至少30人不幸丧生，包括司机、2名教师以及27名儿童。事发后，当地政府立即展开救援行动，幸存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抢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致函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杰兰塔库先生，对这起校车坠谷惨祸中的罹难者表达了哀悼。达赖喇嘛尊者在信函中指出，对于这起校车坠谷的报道，本人深感痛心。我向那些不幸失去幼儿幼女的家属和所有罹难者表示哀悼。喜马偕尔邦是我居住58年的家，在这里，印度人民的亲切和善良使印藏民众同情手足，亲如一家。当这样的不幸事件发生时，灾难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样，深感悲痛。祈愿这种灾祸不再降临人间。为了表达哀悼，达赖喇嘛尊者已作出指示，从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会向喜马偕尔邦有关部门捐助救助和慰问金。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4月9号应邀出席在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举办的2018年哈罗德·帕尔曼法律与宗教杰出讲座，并以西藏人民向世俗民主过渡为主题，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发表了演讲。司政洛桑桑格在发表演讲时强调，西藏的民主是全世界最独特的民主制度之一，而这一民主制度是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60年来领导西藏人民大踏步前进的成果。司政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时代，因此在这个时候，西藏人民成功的向世俗民主过渡的历程非常值得关注。司政洛桑桑格还向与会者简要介绍了西藏民主独一无二的4个主要特征。司政表示，西藏民主与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不同，它是一种自上而下恩赐的民主制度，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民主则是自下而上，经过长期争取而获得的。2010年，达赖喇嘛尊者果断拒绝了继续担任政教领袖的请求，决定将西藏政体完全民主化，这本身就是不寻常的举动。司政继续指出，西藏的民主是既没有实际领土和边界而存在的政体。他表示，民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土，但是西藏的民主制度没有实际边界或领土。作为流亡组织，藏人行政中央没有自己的国土，西藏难民社区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嘎夏做出的任何决定，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发布给世界各地的藏人。我们没有警察和军队来执行这些政策。如果有人不遵循这些决策和法规，我们也不会惩罚任何人。在流亡60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走来的，不曾有过失败的案例。司政洛桑桑格在结束演讲后，还回答了在场的专家和学者的提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2018年4月9号抵达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司政在访问美国期间，短暂访问了建立在亚特兰大佛法中心的哲蚌洛塞林寺，并会见了当地流亡藏人。随后出席了当地藏人社区和佛学中心举办的欢迎宴会。另外，司政洛桑桑格在结束对美国亚特兰大的访问行程后，于4月10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政要，讨论了西藏局势与共同关心的话题。当天，司政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委员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会晤。参议员戴恩斯向司政简要介绍了他最近对西藏进行正式访问的经历，并表示他在访问期间要求中共当局改善包括对西藏的宗教与文化的压制、对藏人人权的迫害等问题。司政洛桑桑格向参议员简要介绍了目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特别是中共当局目前正在对拉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的拆毁和强行驱逐僧尼，以及对藏人自焚事件等。司政特别呼吁参议员戴恩斯未来与中共官员会晤时，讨论藏人行政中央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提出的互利双赢的中间道路政策。司政洛桑桑格感谢参议员戴恩斯在访问西藏时对中共当局提出西藏问题，并邀请戴恩斯先生访问达兰萨拉。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处于近日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交了一份“西藏人权”为标题的人权报告。报告提出，中共的所谓发展目标是如何系统地侵犯西藏人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该报告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共当局以发展为借口，侵犯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加大对西藏人权维护者的镇压，驱逐西藏游牧民离开自己的草原，以及对当地藏人实施经济边缘化等问题。该报告还指出了一些案例，表明中国未执行2013年前在一个审查周期中已经接受的建议。具体案例包括大规模拆毁和破坏拉荣五明佛学院，当局严重干涉西藏宗教事务，上百名藏人采取自焚抗议，以及对西藏母语维护者扎西汪丘和已故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列仁波切的迫害。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提交的报告得到了无代表席位国家和民族组织、跨国跨党派非暴力激进党、德国西藏倡议组织、瑞士西藏社区、西藏友好协会和西藏妇女协会等6个人权团体的支持。该报告是作为民间社会团体对将在2018年11月5号至1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普遍定期审议第31届会议上提交的报告之一。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2名议员率领的代表团日前对达兰萨拉展开了为期3天的参访行程，期间会晤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各部门部长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4月4号，美国众议院议员罗斯·雷廷恩和克劳迪亚·特尼女士等参访藏人行政中央，并受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议会全体常务委员、各部门部长、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全体公务员等，在藏人行政中央新建办公大楼会议厅一同欢迎上述来宾。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欢迎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我代表全体藏人向美国政府和国会表示感谢，多年来对西藏问题上的支持与帮助。此次2名代表参访达兰萨拉，并出席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欢迎会，这已表明你们的到访对境内藏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在中共政府的压迫下正遭受着太多的苦难。”
司政还简要地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的民主三权分立制及中间道路政策等。司政还自豪地表示，在藏人行政中央的严格审计和审查制度下，藏人行政中央没有一个腐败的行政机构。美国众议员罗斯雷廷恩女士在欢迎会上表示，美国国会理解西藏问题，并与藏人行政中央和其他组织合作，共同制定美国支持西藏政策。她还谴责中国对西藏人民实施压制性政策，限制美国公民前往西藏帮助藏人。罗斯雷廷恩女士还进一步指责中国政府企图控制西藏语言和宗教信仰自由，破坏西藏佛学中心，干涉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等。他还承诺将在国会上提出一项法案，要求中国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对话，以解决西藏问题，释放所有关押的宗教人士和政治犯。他还进一步承诺将会努力在国务院中任命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紧接着，美国国会众议员劳克迪亚特尼也发表了演讲。特尼女士高度赞扬了西藏人民以非暴力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定意志，并鼓励新一代藏人要无畏无惧、勇往直前，争取西藏人民的自由。最后，众议员特尼还承诺，美国国会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欢迎会结束后，代表团还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并在议会秘书处会见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议会常务委员。4月6号，美国国会代表团还接见了达赖喇嘛尊者，随后访问了一些非政府组织。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